大家好，我是查巴，我完全唔撚知發生咗咩事，經過嘅時候就見到咁多人。喂，上面同你啊？之後嚟咗架電車，佢哋就喺度烏。我老公就唔係好睇好嘅。呢幾日佢備受批評，我哋點睇啊？之後我嘗試行近發生咩事睇下。Holy shit！咁然後我就準備死過去對面馬路，有假蛋。之後嚟咗架67號電車，然後呢，佢哋就繼續嗌很多嗱67唔係重點啦。你哋唔好鬧我。嗰班人又喺度嗌，最後就係咁樣拜個年拜。